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“大碗滚满钱”。即句食物件，逐项都贵，毋过有一担咧卖炒饭炒面的，迄量济甲会惊人。阿肉用买底无法哩，摕伫手里嘛真有价。若较少食的人，可能爱做2顿才食会完。有影像人讲的“大碗滚满钱”啦。即句俗语阁有摊成别款意思，讲人心不足，真消贪。已经有啊，抑阁要较济。较早伫蚵仔食豆，大家排队等硬菜，有的同学真贪心，看到伊爱食的，就硬评济个，无咧考虑别人，也袂硬咧。结果看伊食袂完，全倒倒对盆桶内底去。我伫边仔看了直直害头，世间哪有即种食毋知饱的人咧？唉，以上感谢收听。